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雞碎呢個詞係咁樣寫嘅，其中個碎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SU 可以揾到，書面語讀素呢個字喺唐朝白居易所寫嘅樂府詩《秦吉鳥》裏邊有出現，原句係豈無雕與樂，素中欲飽不肯搏。嗱，秦吉鳥就即係咧鷯哥啦。呢首詩咧係講隻鷯哥喺度牙文牙武喎，而素咧就係指鳥類佢嘅食道後邊用嚟儲存食物嘅囊狀部分。咁啱先嗰句嘅意思就係唔通冇雕同埋鶚呢啲兇猛嘅飛禽咩？之但係咧，佢哋個素囊裏邊所儲存嘅肉類已經好多啦，都飽啦，所以咪唔出嚟搏鬥捕食咯。咁樣鳥類佢嗰個素囊咧體積就好細噶嘛，後來咧就引申為數目細啦，素口語變讀為碎。嗱，日常我哋講今個月出糧雞碎咁多，邊夠使啊？就係呢個雞碎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